因为最近持续严峻，半个月前，安平凯达体育局就主动向民政局建议办理稽号制点。经过请示申明得到承批以后，上午才出席这场稽号仪式，邀请市长担任执行官，包括水利局长、民政局长、元旦市6区区长以及这些议员甲安平区的里长，拢共同陪席，完全依照鼓励。而且民政局佮扩大到全市，拢同步选定标语，将典礼当中的所文绘画，予上天知影，场面庄严隆重。咱台湾各区域拢面临着干旱的之灾虽然未到最后的情形，但是我想大家拢非常的祈求咱天降甘霖，会当。天公咱的上天慈悲，会当予咱一个风调雨顺的生活，嘛祈求咱天上圣母水仙尊王、四海灵王，这位众神神威显现，会当转造上天，会当降下甘霖，予适当的雨量，予水库拢有水。历史悠久的安平凯达体育局3天前嘛曾经办过稽号，当时就得到上天落雨印证。这回经大动作，以上古时代神兽襄阳来稽号，透过市长将这款鸟仔点睛，同时舞动求雨仪式来祈求天降甘霖。以金生水，迎金星点水眼就越清，右眼就越明。以水引水，将水淋于商阳身上之处，让它由我们的开台六宫主委以及民政局局长来舞动商阳，商阳在舞。天降甘霖，地生草。商朝的商阳起舞，愿早日台湾地区可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降甘霖，降于集水区，让民生能脱。这个已经3-4年没有办这个，3-4年前有办一次，那一次那个成果也相当好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跟那个民政局他们都有感受到，所以这一次要办理这个活动也是大家都同意说能够来请我们的圣母跟水仙尊王跟四海龙王再跟我们那个庇佑一下，能够那个大降甘霖让我们百姓不受到那个干旱。虽然29号一早也未制定就已经落雨，当然是好事。不过毕竟是要求上天将大雨落伫水库顶积水区，才当真正疏解水上，避免进一步民生限水的艰苦。但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